文字是语言保存的必要条件。我写我所讲是上自然的语言表达方式。个人偏好用甲骨台语文的称呼，因为台语甲甲骨文有真深的关系。以下文章请大家先入参考指教。时辰，天干地支是古早人记录年月日时的方式。地支也会使表示时辰。以下根据甲骨先生以人诞生为观点的五芒计时法，结合经络图解写理成。五芒包括下早、下昼、下晡、下昏、下暗等时段。子时指下暗11点到1点，代表阴阳转换，一日之始。子正是指0点时刻，经络的打经。史甲骨文画顶面有奇数直线，全部插伫一顶面床的正中央。中间迄条线悬搁正，表示上强者着标。迄条线指的是经堂，表示男女愉快之后，上强的经堂着床伫子宫上。此时生命拄开始形成，大约1时辰后，床渐渐定型做人头的疮，搁来疮，搁转化为人形的子，子代表生命的开始。酉时指下暗1点到3点，这是天地扭转之时，经络的关键。酉将扰将解，譬如说用手伫透开锁仔间，也是以扳手之类的器械，豆豆仔转开器物，代表生命伫子宫内开始微微啊震动。寅时指下暗3点到5点，寅之时，经络的气经。寅甲骨文画下面有2只手抓着弓钱的尾溜，而且手挽弓准备射出，但是箭头煞互挡着。意思是保险未开，只是缩细才会发热。比如说子宫颈已开，新生命得要诞生。卯时指下早5点到7点，所有的人间活动开始，经络的大肠经。卯表示拍开机关的大门，官方规定的自由进出时刻。